好，这边也有2位。好，也坐进去打。1979年的时候，我是大学生，我伫读大学。啊，当然我有我的角度的感觉，啊，有亲身捌见过一寡影像片段吼。即马伫做戏剧，我的观点是安尼，上好是有新的观点入来，会互伊搁较丰富，啊嘛较袂规个人安尼拢总入内底。我想要甲这个运动有迄个较女性的观点入来，这就是我感觉选择甲单方齐这个写作的人合作的真重要的原因。导演找我来参与这个作品的时候，他就有先让我看过这本书。那这本书基本上是在讲戴正耀的耀贝啊这个人生故事，他的人生非常的精彩，然后我也非常感动，然后所以希望能够就是把他的故事给写出来。直接带走就好，在那里啰嗦什么？带走。你就压他的手，压住，先压住。哎，立项啊，一下，啊，有没有就压过程中讲。最不同的是，我们创造了阿德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是原本不存在书里面的。这其实是我们希望阿德可以承载观众的视角，用一个比较全新的眼睛去看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，然后也能够跟着他从不理解这些人们在参与政治的一些事情，到最后他终于理解。然后这是书跟剧集最大不同的地方。你们在这边搞是最好的。如果让对这两个，你就收吧。我跟导演也很常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？我们想要传达的其实是，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很坚持在做自己相信的东西，然后但他们有时候会看起来很像笨蛋，大家会觉得说在做一些吃力不讨好啊，然后家人不一定支持，然后也会有很多谩骂的声音，但这些人还是很努力的在做。那我觉得这部剧想要让这些人知道，就是他们并不孤单。当一个笨蛋其实是很勇敢的事情。